徛台湾看世界，来看法国东南部的城市尼斯的圣母教堂附近，当地时间29号早起发生着恐怖攻击，有3个人互杀死。法国甲警界的战绩升甲上悬。法国南部另外一个城市亚维农，以及法国伫沙烏地阿拉伯的领事馆，嘛拢传出着攻击的事件，但是无确定是毋是有关联。 警方由防守线监视人员伫调查法国尼斯圣母教堂一带29号早起发生有人压倒杀人的事件，凶手乘坐火车到代志发生的地点，行差不多400几公尺到圣母教堂了后，看到人就扑，造成一男2女死亡，其中一个女性被斩首。 警方攻入教堂，嫌犯镜头丢枪，当场被抓起来，伤势真严重，被送去病院治疗。经过调查，这个事件被定调是恐怖攻击。Il ne fait aucun doute que l'auteur de ces actes, qui n'a cessé de répéter en boucle devant nous Allahu Akbar alors qu'il était médicalisé sur place. 凶手背景是一个21岁突尼西亚的查某人，叫奥伊萨玉，伊伫9月下旬到意大利拉姆皮杜萨岛，被安置伫病岛的隔离区，放出来了后被下令离开意大利的领土。奥伊萨玉伫10月初到法国，这个月16日，巴黎一位历史老师，捌因为展示宗教风气的红仔图。 被公开斩首，法国驻沙烏地阿拉伯的领事馆以及法国都市亞維農嘛拢有發生攻擊事件，也毋過無確定敢有關聯。法國總統馬克宏伫29嘅攻擊事件發生後，去代志發生嘅地點，當時表示講會大量提升國內反恐行動嘅軍人嘅數目，用相關嘅警戒點禁。Bien, mesdames, messieurs, une fois encore, notre pays a été frappé par une attaque. terroriste islamiste. 法國又發生攻擊事件，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卻佇這個時陣佇推特頂面寫講，穆斯林有權殺害數百萬名法國人民，雖然無講到尼斯的代志，也毋過因引起眾人的譴責，最後互這個推特刪除馬哈蒂的文章。